需要帮忙吗 Hello， 唔愛捱聽小忙。Hello， 唔愛捱聽小忙。嗨，請問林家煙樓怎麼走？嗨，請問林福煙樓讓順行。嗨，請問林福煙樓讓順行。这里是德勝公壇，順着這條永安路往前走100公尺。呢行係德勝公壇，停喺呢條永安路直接行100公尺。呢行係德勝公壇，停喺呢條永安路直接行100公尺。右手邊就是美濃溪，過了美濃溪的第一條巷子右轉。進小片是喺美濃區，過了美濃區嘅第一條巷，挖進小巷。進小片是喺美濃區，過了美濃區嘅第一條巷，挖進小巷。西側的稻田內就是林家煙樓了。好，謝謝。西片殺嘅和田地度是喺林福煙樓。羅拉，西片殺嘅和田地度是喺林福煙樓。羅拉，你怎麼會來這個地方呢？我來這裡旅行。酷！唔樣選會來呢個所在呢？我來兩里行。酷啊！唔樣選會來呢個所在呢？我來兩里行。酷啊！你來自哪裡呢？我是荷蘭人。唔對呢位來嘅。我係荷蘭人。唔對呢位來嘅。我係荷蘭人。這是我第一次來台灣。哇哦！你怎麼會想來台灣玩呢？這係我第一擺來台灣。哇！唔做乜嘅會想我來台灣了？這係我第一擺來台灣。哇！唔做乜嘅會想我來台灣了？我在念書時的學校課程就有介紹台灣。我讀圖書館時，學校課程度是要紹介台灣。我讀圖書館時，學校課程度是要紹介台灣。你看，這是400年前的台灣 Formosa。Formosa。唔看，這係400年前嘅台灣 Formosa。Formosa。唔看，這係400年前嘅台灣 Formosa。Formosa。我期待這趟旅程好久了，美濃這裡真是漂亮。我期待這擺嘅旅程當久咧，美濃呢位真見當正。我期待這擺嘅旅程當久咧，美濃呢位真見當正。我就是在這裡長大的，這裡不但漂亮，還很有文化呢。我是喺呢位太看嘅啦，呢位唔但唱正，還當有文化呢。我是喺呢位太看嘅啦，呢位唔但唱正，還當有文化呢。你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校長嗎？唔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校長冇。唔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校長冇。真的啊？這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？很多啊。有樣哦，這附近還有乜嘅較好了解所在冇？當到啊。有樣哦，這附近還有乜嘅較好了解所在冇？當到啊。這附近還有藍山店和紙傘店哦。哦，我知道。呢附近還有藍山店同紙紮店。我知。呢附近還有藍山店同紙紮店。我知。這是美濃的特色工藝。沒錯，這是客家的傳統工藝。這是美濃嘅特色工藝。冇錯，呢係客家嘅傳統工藝。這是美濃嘅特色工藝。冇錯，呢係客家嘅傳統工藝。這裡啊，還有金字亭。什麼是金字亭？呢位還有金字亭。乜嘅係金字亭？呢位還有金字亭。乜嘅係金字亭？金字亭啊，保留了金字習文的文化特色。金字亭保留金字習文嘅文化特色。金字亭保留金字習文嘅文化特色。是特地建來燒字紙的哦。等會我要好好逛逛。貼起來小世界嘅。
在遐我爱好好留留咧。吸撇起來消失自間。在遐我愛好好留留咧。请问你知道哪里可以吃午餐吗？你順着這個方向去。請問園地那位有好食酒無？停喺呢個方向去。請問園地那位有好食酒無？停喺呢個方向去。那邊就是美心街，也就是美濃有名的板條街哦。這片是喺美心街，也係美濃有名嘅板條街。這片是喺美心街，也係美濃有名嘅板條街。板條是客家人的日常美食。是啊，你來這裡一定要品嘗。板條係客人平常時嘅美食咯。係呀，來到呢位天就愛來食看看。板條係客人平常時嘅美食咯。係呀，來到呢位天就愛來食看看。我迫不及待呢。走，我帶你去好玩的地方。我後欄水搭搭啲咧呢。來去，我帶你去好食個好料嘅所在。我後欄水搭搭啲咧呢。來去，我帶你去好食個好料嘅所在。